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探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4月4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银行。去年咱们经常聊银行，认为银行2024年业绩应该不那么亮丽。那现在上市银行的年报很多都已经披露了，业绩叫喜忧参半，大家能看到压力，但是它的报表似乎还挺漂亮。当然了，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纸是包不住火的，丑媳妇要见公婆，这一天迟早会到来，越往后拖，以后这个雷爆的就更响。大家都知道，无论是经济形势，还是这个实体经济，还是这个金融行业，具体到银行业，现在都面临着重重压力啊。一个净息差逐渐缩小，就已经让银行苦不堪言，再叠加这个房地产低迷，再叠加韭菜不买房，不去贷款，银行大量的贷款放不出去，这些都不需要看数据，对吧？你自己都知道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银行它的日子怎么会好过呢？怎么还业绩越来越好？只能说一切都是靠财技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标题叫苦日子来了，银行靠什么穿越周期？我们一直说咱们穿越周期靠的是才华，那银行穿越周期靠什么？银行的业绩压力山大，这个毋庸置疑。最近不少的银行员工都在抱怨2025年日子越来越难过，忙依旧是工作的主旋律。都忙什么呢？忙着外拓，忙着加班，忙着四处求人，还有的为了完成 KPI， 甚至自掏腰包买存款、买贷款、买客户。过去一年银行的发展趋势放缓，利润大大缩水，小型网点撤并，大银行撤柜，都在缩紧战略。这股气息也延续到了2025年。随着各大上市银行年报陆续公布，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，银行的苦日子已然悄悄来临。实际上恒大一爆雷之后，我就说金融行业苦日子到了。2021年9月份恒大一爆雷，我当时说房地产和互联网行业，移动互联网苦日子到了，那是2021年。2022年我说金融行业苦日子到了。2023年我说公务员国企的苦日子到了。任正非说让含义吹遍每一个人，这个含义它不是不到，它仅仅是迟到一小会儿。文章说现在银行的苦日子已然悄悄来临，实际上银行的苦日子已经过了1年多了。大家还记得浦发银行员工去维权，对吧？浦发银行的奖金是一封慰问信，还有这个很多银行裁员降薪，不光银行还券商、基金，这金融行业日子都越来越难过。文章说率先预告业绩的威海南岸银行曾借互联网东风高歌猛进，这回也遭遇了成立8年以来最严峻的滑铁卢，营收同比下滑40%，净利润暴跌48%，那不就是腰斩吗？成本收入比突破监管红线。股份制银行梯队里面的广发银行全年营收688亿元，同比下降0.65%，净利润150亿元，同比下降5%，营收利润双降，压力同样不小。广发银行它的信用卡还是非常多的，在信用卡这块广发银行很厉害，但是成也信用卡，败也信用卡，信用卡给它造成了很多坏账。以前很多银行都愁着没钱放贷，有个别银行半年刚过，一些房贷等指标就用完了。但这2年刚好反过来，现在越来越多的银行手头有钱，但就是放不出去，这主要跟大环境有很大关系。这2年在整体经济增速放缓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放缓，社会融资需求整体并不乐观，靠钱赚钱的日子自然不好过。那也就是银行它是靠钱赚钱，日子好不了。不过也有部分银行展现了一定的韧性，比如6大国有行中的交通银行实现营业收入2599亿元，净利润936亿元，同比增长1%。总体上营收和利润都稳住了。股份制银行中的招商银行虽然在前3个季度营业收入下降3%，规模净利润下降0.62%，但是到了年末，招行去年实现营业收入下滑幅度收窄至0.5%，净利润增长1.22%，转为正增长。恐怕在最后一个季度突击，这个我只能怀疑跟财技有关系。如果最后一个季度不扭转这个局势，那招行的股价还要暴跌，那就严重的打击了沪市走势，让这个指数更加岌岌可危。成
城商行中的杭州银行业绩颇为亮眼，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384亿元，同比增长9.6%，表明在业务拓展和收入来源多样化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。但这只是个别现象。从行业整体来看，无论国有大行、股份制银行、头部城商行还是民营银行，几乎都交了营收、利润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的答卷。2024年只有一些银行要么是营收下降，要么是利润下降，要么是营收增速下降，营收和利润呢双双下降，这种现象比较少。那么到了2025年公布的年报，那这种现象就比比皆是了。所以从这个也能看出，银行业是越来越难了。也就是说简单一点，银行业交出来的成绩单虽然看上去还很亮眼，但是隐藏着隐忧。这个亮眼比去年已经暗淡了不少。文章说，发展的逻辑变了。银行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，底层逻辑很简单，主要靠的是利息差来赚钱，当然还有手续费、投资业务收入等其他收入来源。银行存款利息仅以1年期定存来看，1996年是10.98%， 1997年是8.64%，到现在国有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1.35%，这20几年的变化，用天翻地覆来形容都不为过。存款利率越来越少，按理来说银行应该更能赚钱，日子更好过才对，但事实恰好相反。这几年银行也在不断的内卷，很多银行都持续下调贷款利率，为了避免银行不亏破产，才持续降低存款利率。目前很多城市的首套房贷利率已经下降了3%左右，个别城市甚至只有2.7%。房贷以外，包括经营性贷款以及消费贷利率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。近一段时间，个别银行的消费贷利率甚至已经跌破3%。随着信贷利率持续下降，银行的净息差也持续收窄。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平均净息差只有1.5%左右，而银行要保持不亏损的净息差水平，通常应不低于1.8%。现在平均净息差已经远远低于这个数，意味着相当大一部分银行面临很大的压力，甚至出现负增长和亏损。比如交通银行的净息差已跌至1.27%，意味着每放出1亿元贷款只能赚到127万元利差，还不够覆盖运营成本。他们能在2024年稳住财报，估计是在业务端下了点功夫，实际上恐怕都是在报表上下功夫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为什么现在这么难？其实这并不怪银行本身，不少银行自身运营没问题，关键在于这个行业顺周期。银行的颓势，房地产是过不去的话题，楼市低迷导致房价的下跌，直接动了银行的零售压舱石业务。之前20-30年的时间里，银行和地产高度绑定，房屋按揭、房地产开发贷款为银行业贡献了相当大的增量。咱们一直有个4-5-6的概念，什么叫4-5-6呢？就是银行40%的贷款跟房地产有关，实际上这是明面上的。那如果暗地里面经过包装，一些钱进入房地产，那恐怕就不是40%。经营消费贷难道真的是用于经营了吗？消费贷真的用于消费了吗？实际上都是或明或暗流入房地产。你要这么算，银行里面恐怕50%到60%都是房地产贷款。那你说房地产低迷，大家想一想，对吧？就这个经营压力就大，不要说坏账了。但是我们经过30年的发展，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6%以上，也许未来我们会突破70%，但是速度会很慢很慢。城市化的风口一过，人们对房子的需求下降，再加上出生率不断下降，房价下跌，人们对于楼市已经没有那么狂热。比如2024年，工商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减少了1230亿元，建设银行减少了765亿元，中国银行减少了472亿元，这些都是楼市下行的银行影响。你看这个国有大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不是在增加，它还在减少。你就从这个说明去年房子是多卖了还是少卖了，房地产火热还不火热，大行的按揭贷款余额都在下降。第二个说明什么？第二说明韭菜玩命的还按揭贷款，一有钱就去还，不仅没有新增的按揭贷款，或者新增按揭贷款非常少，但是韭菜还得玩命的去还按揭贷款，这样才会导致这个国有大行按揭贷款余额在下降。大家也知道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那是银行的优质资产呢，所以这个银行日子更难过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，几乎所有的企业均在开源节流，银行的利润
除了一部分来自于房贷以外，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企业贷款。可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，很多企业也不敢轻易贷款扩张规模，甚至有部分企业撑不下去，选择破产，搞得审批贷款像走钢丝，既要完成普惠指标，又怕踩中暴雷企业。然而银行方面也没有坐以待毙，纷纷开始内部改革。比如说中信银行通过客户下沉有效分散风险，如今已服务对公客户超过120万户。再比如浙商银行则坚持小额分散的授信理念，严格控制行业和个案的集中度，实现大中小业务均衡发展。光大银行则对公 FPA 零售和同业作为3大北极星指标，关注客户长期利益，提供差异化服务。不过从效果来看，这些操作都收效甚微，没有改变趋势啊。如今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，外需不振。2025年特朗普重新上台，掀起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，出口压力将进一步加剧。你看，特朗普已经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加关税，先大家都别争，普加10%，就所有的都给你加10%。对那些比如柬埔寨给他加49%，越南加46%，中国34%。外贸形势可以说非常严峻，各大经济体之间恐怕还要互加关税，所以这就是外贸的形势。大家应该能预计到接下来会怎么样。特朗普对小包裹免税也取消了，那从我们这儿通过电商啊，对吧？直营还有什么特姆、跨境通，反正从大国到美国的电商业务恐怕也要完蛋，也又影响多少人就业，影响多少人吃饭。这是外贸。而内需呢，虽然国家出台了不少稳增长政策，但消费和投资的恢复还需要时间。整体来看，信贷需求很难大幅增长。这种情况下，银行的压力可想而知，贷款价格降，业务难度增，直接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。信贷市场有钱难做的局面，也会让银行陷入两难：一边是存款的成本压力，一边是贷款的定价下滑，息差被压得喘不过气。那么银行的第二增长曲线在哪里？现在摆在银行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，究竟该如何转型，怎么破局？大家不约而同都在打造一张健康、干净、有韧性的资产负债表。其实这条路子并不对，属于本末倒置。通过财务手段的闪转腾挪，从本质而言就是在 A4 纸上雕花，看上去热闹，但没啥效果，水中花镜中月罢了。要找到破局的方法，必须想清楚一点，银行到底是什么样的机构，在不同的经济周期的阶段应该要做什么，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。以周期的视角来看，在经济滞胀的时候，银行的贷款是供过于求的，这个时候银行要拼命找客户贷款，否则存款的利息压根就负担不起。但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，银行的贷款供不应求，这个时候因为居民的存款相对有限，能贷到款闭着眼睛就能赚钱，谁能借到钱谁就是有本事。我把这说的通俗一点，但经济上涨的时候，产的价格都在涨，但是你的钱它是不涨价的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把钱变成资产，享受涨价的这种成果。那你拥有的钱越多，你拥有的溢价的部分就越多，那你杠杆用的越高，你去贷款，你去借钱，你借的越多，是不是你享受的涨价的部分就越多啊？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去贷款，银行里没有那么多钱让你贷，银行就要拼命的去找存款，拉存款，存款拉来他好去放贷款。这个时候银行的指标变成拉存款。那经济下行的时候，资产价格都在缩水，你买什么玩意跌价，房子跌价，好，这个时候但是你的存款它的价格是不变的，所以你把钱变成资产，那你就倒霉，你就在赔钱。越多的钱变成资产，你越亏得厉害。这个时候大家都什么，就不愿意贷款，不愿意加杠杆，甚至把钱拿回来全部存公行。这就是我在恒大暴雷的时候，3年前我就说了，存公行，存公行，不要去把钱变成资产，因为要降价。但大家都把钱存公行，完了没人去贷款的时候，银行根本就放不出去，所以它的指标变成放贷款，到处找人贷款，谁愿意贷呢？你贷得多，你赔得多，因为你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渠道。所以说，银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，一点不为过。经济过热的时候，货币需求供不应求，银行选择项目的时候优中选优，抑制冲动型投资欲望。货币供过于求的时候，银行应当主动承担风险，为经济注入新的血液活力，确保经济顺畅运行。现在明显是货币供过于求的阶段，银行的破局点
是去找到新的血液和活力，为经济顺畅运行保驾护航。这个城商行中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桂林银行，这家银行的头脑很清晰，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，需要做什么，跟大型国有银行拼不过底蕴和资源，跟股份制银行相比，它也存在短板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深耕地方特色，搞农村包围城市。桂林银行所在的广西自治区，2019年农村地区的金融资源非常稀缺，每万人银行网点数仅为城市的1/5，县域以下移动支付渗透率不足30%。正是这一年，桂林银行启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。这个桂林银行打造一村一品的项目，突破了就金融论金融的思维定式，围绕土特产大做文章，比如支持茉莉花、柑橘、火龙果、月柿等富有当地特色的产业，一方面为农业提供资金，另一方面充当整合种植、加工、物流、电商全产业链操手盘。就拿茉莉花这个产业来说他们通过核心企业加农户供应链金融模式，使每亩茉莉花产值从8000元提升至1.5万元，带动3.2万花农增收。用银行资源把金融服务化作江农存折上增长的数字，茉莉花田里翻倍的收成，撞向农民手机里到账的收入，不光自己找到了业务的增长点，也让本地经济活络了很多，变成双赢。实际上到底它的成效如何，这个还需要时间检验。农业有非常强的不稳定性，这2年恐怕不错，过2年等到全国人民都在种柑橘的时候，都在种茉莉花的时候，对吧？那就是一地鸡毛。他说另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就是招商银行，他说近年的转型动静不大，但方向特别精准。作为国内最早选择以零售金融为发展主线的银行，招行是业内公认的零售之王。然而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大家没有注意到，3月12号招银2号卫星在海南由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成功发射，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。一个银行发卫星干啥？让人想3天3夜都想不透。直到分析了一下招行的业务线，才找到线索。这几年招行深入重点行业产业链，通过一行业一策的差异化解决方案，将银行做深做透，不断提升为各行业产业链创造价值的能力。例如，针对高端装备行业，招行积极助力供链行动的链主企业，为其量身打造专属供应链金融服务方案，还针对新能源汽车行业专门打造汽车行业全场景一站式解决方案。这些领域基本是民营企业扎堆的地方，而民营经济一直存在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，主要由于银行无法深入了解供应链真实生产经营情况，进而无法有效评估供应链上企业的资质。这个时候卫星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，比如通过卫星能更清晰地观察农田展示、港口物流、工厂运转等经济活动。比如给农产业贷款时，银行过去只能看纸质报表，让很多有经济价值的项目被埋没了。现在通过卫星看作物展示，消除信息差，同时追踪大宗商品的运输。比如你公司贷款买一船的铜矿，从南非到上海全程直播位置，骗子想伪造货单，卫星一眼识破，把风控从看报表升级到看地球，这样就能精准解决民营经济，尤其是制造业融资难的问题。银行更放心大胆给那些优质企业贷款。总结而言呢，招行的路子就是以前专门搞零售，现在多一条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产业的路子。它如桂林银行的思路就是殊途同归，所以银行是不缺增长点的，缺的是差异化的思路，不要一股脑钻进内卷的死胡同里。这文章最后说，看似银行的红利消失了，但其背后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变加快，再也无法躺在过去的温床上，靠着低收高放的贷款息差吃透社会发展的红利。因此银行的危机本身服务逻辑与时代需求的错位，破局的方法并不难，想清楚自己是谁，优势是什么，这个时代需要银行做什么。最好的风控不是冰冷的算法，
而是对产业脉搏感知。最强的竞争力不是资本规模，而是解决痛点的智慧。少说故事，少提战略，多做实事，仔细研究活下去的战术，才是当前银行要考虑的问题。这个说的比较简单，实际上应对经济低迷，银行没有什么更多的措施能够帮他，什么助农，对吧？什么放卫星，这些实际上是越折腾赔的越多，成本越高。试错有成本，监控，你为了给你的客户贷款，不想被他骗，你要放卫星去监控每艘船，这个简直难以想象，纯粹是脱裤子放屁。这恐怕就是一个宣传。我的观点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候，银行它没有什么办法，苦日子来了，它只有开源节流。什么叫开源节流？也只有内部管理降成本，把冗员裁掉，把那些跑冒滴路给它堵上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，降低成本。什么其他的新业务、新手段，那些都是依托经济，经济在复苏它就能好，经济不复苏有什么用？不管怎么说，银行它要服务实体经济。我们从这个大的方向来看，但实体经济都不行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要破产的时候，是银行要向实体经济返利，对吧？多向他们服务。但你的客户、你的对象都在纷纷遭受压力，要破产，不想贷款的时候，你说还能容许金融行业暴利吗？这本身就不合理的。金融行业、银行只是国民经济中的一环，对吧？这一环如果还在保持那么高的收入利润，因为咱们整个蛋糕在缩小，因为经济不好，是不是蛋糕在缩小？结果你说金融行业蛋糕还要扩大，那你就更加挤压其他的行业，其他的行业更无路可走，不就这么道理吗？所以是金融行业要向实体让利的这么一个过程，所以这个也就决定了金融行业不会有好日子过，净息差会越来越低，越来越窄。前一阵子推出消费贷2.5%，干什么呢？所以我认为苦日子来了，银行靠什么穿越周期呢？只能靠降本增效。很多网点该撤就撤，很多冗员该裁就得裁，已经养不活那么多人了。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桂林银行，你在每个县下面、每个镇、每个村你设网点，你知道那成本有多高吗？在服务那些农业，那赚3瓜2枣的，能覆盖成本吗？所以那都是宣传，那这是报表上做点点缀，显得自己跟别的银行不一样，避免同质化竞争。这只是个包装，实际上它还是同质化竞争。所以穿越周期只能是降本增效，苦练内功，把银行里面的跑冒滴路给它堵住，没有其他的招。以前外贸对金融行业要求还是很高的，外贸也需要融资，也需要贷款，需要银行支持，银行有什么开信用证等等。但是你看特朗普的关税，这贸易战一打，这外贸肯定是难言乐观。实际上这个又要影响银行，只能说银行业叫雪上加霜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岌岌可危。这么艰难的时候，又赶上特朗普的这个关税大战，只能是自求多福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